最近我有想讲，游玩是用台语在思考，毋若安尼，就是有可能会喙碎碎念，啊无就是讲即摆做啥物动作，用台语来描写吼，就别说讲，伫生活中，就伫写做小说的练习，写文章的练习，就是会起初定着会足侪词，毋知影要安怎形容，器官部位，啥物物，动作，嘛是足歹形容。毋过想想诶，若讲要写长老老诶小说，游玩是爱过这关。若家己伫生活中安尼，会有法度讲，互家己会主动，用主动诶方式，靠家己诶方式，就会使定定使用台语，这就是使用台语，因为咱平常时若讲甲人对谈，对方若毋是台语人，安尼变做讲会当讲诶话有限，无法度讲身躯边有一个人，有法度一句来一句去，安尼伫遐讲心事啊，讲一寡议题，无真是除了即个读册会，线顶诶读册会有即种机会，毋过伫平常时着爱靠家己训练家己。若讲想要一个会当讲议题，其实伫逐工暗时诶时阵，就码文会通好练习。拄啊好起来诶人无济，无介济，安尼当然就是诚好。人无济，较有讲话机会，较袂讲无两句，可能就是占着别人诶时间，较毋免有即种考虑。就是安尼对谈。伊嘛是台语诚老诶人，就是讲豆豆仔去找出一寡方式，会当对家己较有利诶。以早家己想象诶，想讲去一个团体内底，政治内底，就有人会不时甲你开讲，这拢是家己想诶。是讲要看到台语文是较简单，毋过你爱找一个人不时甲你讲话，就爱我考读册会，就是找一寡较下水诶方式，毋免去怨叹天怨叹地，就是即个袂甲你传便便，就变做做侪代志，爱家己去经啊，家己去经一个环境，找一寡方式，毋是讲啥物人就甲你传便便，是会当合适讲无传便便即种代志。尾仔就是讲，其实就是爱要求家己，毋过莫去怨叹别人，要求别人，讲别人应该爱安怎做，其实拢毋免啊。若讲因愿意讲，办一个读册会，读册会因拢义务诶，可能阁有一个团体，即种读册会空间是爱互 Google 爱付钱。伊拢处理好势好势，袂讲爱参加读册会爱有啥物条件。其实安尼就诚好啊，就是爱靠家己去靠家己去经，靠家己去进步。以早我定定讲奇怪，我学甲年晏年晏哪会讲话悠闲臭奶呆，白话哩悠闲无法度，就是会长谈。长谈，阁会讲顿底，看到白话字、罗马字先顿底即马就看较开，想讲迄无要紧啊，就是家己互家己压力，想讲别人会安怎甲我看，家己会作落无？拢是这是一种评价。毋过若伫较轻松诶环境内底，我会当讲哪做哪生活，哪参加读册会，若讲袂好势嘛，袂有一个人安尼，敢是做严肃诶，讲甲你甲你
比吼，若拢袂吼，拢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就是莫去牵着别人的时间吼。若着家己就爱紧来吼，啊，就是尽量是安尼啊，做友善的，莫去甲人嫌。哦，即个环境吼，就是爱感谢讲有一寡愿意付出的人。哦，所以讲，真正豆豆等豆豆仔找是有即种对象会出现。毋过，家己若无把握，啊，咱嘛无菜工啊，有即个人出来啊，拄仔来讲，我嘛无去利用。啊，我若讲去利用啊，家己有进步，嘛是爱做一寡对台语文有帮助的。啊，我有想讲去做一寡笔记，就是我收集遐济即个声音吼，电台吼。啊，有诶人台语讲啊诚好呢，即个播音员爱看款吼，有诶人就是华语化最严重诶，啊，有诶人真正佫袂歹吼，著家己做笔记记录吼，安尼著变做嘛是一种资料吼。啊，嘛免惊别人讲咱咧写著无代表性，啊，著是爱看诶人著摕去看。啊，我著家己做欢喜诶，而且对我嘛有帮助咯。我若刷落来，真正吼开始写小说，啊，我著需要即种资料，著亲像以前进前吼，伫写华文小说吼，我嘛是抄一寡中文诶，即个较好，就是较伊诶较安怎啊，读起来诚水吼，诚水气诶句吼，我嘛会抄啊。啊，即摆嘛是开始去收集吼。就算讲吼，我若讲为着要甲即个事藏入去我迄小说内底，安尼看起来足刁工苛刻，安尼嘛袂要紧，因为安怎咧？因为其实就是会哪写会哪进步，而且我有留一寡资料吼，安尼真好呢。就是即嘛会当豆豆仔改进吼，甲伊改甲搁较顺吼，搁较好读。而且我若有第一做吼，我就会去知影讲安怎运用吼，有使用才会讲真正有进步。我就毋免事事拢去计较吼，拢去扣分吼，拢去轻分讲哪会别人进步较紧啊，我较缓慢啊。因为当然逐个方式无共款，有诶人真正较巧，啊，我就是反映可能就是学物件无别人遐赖。啊，毋过我若找一寡方式，我有社会经验、人生诶经验，会使分辨好歹吼，好歹我拢知影知咧。嘛毋免去讲这是汉文，我著背。早进前我会安尼吼，想讲我要去学白话字啊。毋过即摆发现讲白话字会使家己读，因为我诶程度有够啊吼，会使家己去读，著毋免讲看着啥物拢爱白话字写诶吼，因为这著变做讲读册会无法度讲拢全白话字吼，这著少数中诶少数。著尽量互家己较进步咧，家己诶态度较轻松吼，莫安尼气呀，莫互人压力嘛，莫扣分吼，讲进前别人安怎对待我吼，这嘛无啥，这就是无共款诶人吼，伊诶思考无共，伊诶反应嘛无共。其实嘛莫互人伤着。著讲若别人无应我台语，安尼嘛无要紧。有人去嫌，嘛袂要紧啊。我著想讲，伊若有法度讲一寡足深诶台语词，无就是讲台语诚老，我会当学起来吼，对我有帮助。安尼著有够啊，毋免去想讲我爱受着逐家欢迎啊。
逐家爱甲我抱，拢毋免人诶计较这拢毋免去追求啦。就啥物伫即个社交诶软体平台有足侪朋友诶，有诶人甲我赞声，有诶人安尼甲我屁秀，拢毋免去想济。要紧诶当然就是讲，家己有法度把握一寡机会，有人若愿意付出，我着紧来学，加听加讲，就是安尼无其他诶撇步，加练习。亲像我即马着算是伫练习。若讲平常时，就是加去练习，用台语去讲形容去讲代志。头壳内底台语思考可能犹原无够因为安怎想拢这几句，这几句我若讲会使会使讲去用台语来形容我即马当伫做诶代志，我当伫就是加有机会去练习。若讲有一寡懒散时间着紧起来练台语，亲像我即马呢，嘛是懒散诶时间。这物件嘛做利便诶这耳机不时着囥桌顶这软体拢便便来紧家己紧起来。就是爱靠家己去练习莫去妄讲有啥物足好诶即个语言学习诶环境会为天顶落落来，拢毋免去想济就是爱靠家己有资源着紧来把握安尼。以后若有机会嘛是会当家己付出一寡代志，毋免去要求别人讲别人爱安怎想，别人爱安怎甲我赞许，去想这拢假啦这著是追求家己诶认同尔伫追求别人诶评价拢是这种理路尔。我著若起初记袂起来著加记听几摆愈来愈熟手著豆豆会进步。若讲别人几个月著进步甲足惊人诶嘛无要紧我著了3年诶时间安尼嘛袂讲足失礼，嘛袂讲足见笑。安怎讲呢？若有人会去记录讲你是学几年你怎会逐工学偌久怎会使无人会去记录这敢若家己知影尔。若讲家己嫌家己讲含慢，这嘛是无法度过家己这关。毋过其实别人是袂晓伊诶别人就是看你诶态度莫影响着别人莫安尼刺牙牙莫安尼一直问问题就是看起来就是为着要解决家己诶问题不爱插不爱毋管别人就莫安尼即种较互人困扰诶行为安尼就是会使安尼就毋免讲定定去想讲爱去比拼爱去互人爱想讲伫台语诶路上嘛爱排咧第一顶诶毋免安尼个人有个人诶才情有家己诶因缘，家己诶人物所以讲真正毋免安尼所以讲爱豆豆甲智慧捡转来爱愈来愈相信家己莫甲家己看无目着就是安尼。